被倪震以毒瘤名唱衰，劉錫明24年後首映 Yes 卡。那些年流過的 Yes 卡，那些年錯過的錫明。由港星、台星到依家嘅韓星 ，Yes 卡都可以話係反映後生仔潮流嘅指標啦。不過扭咗咁多年，有冇發現從來都唔會扭到佢呢？唉，一匹布咁長都要講噶啦。話說劉錫明喺大約24年前公開講過句欣賞周慧敏，女神男友倪震之後就嬲豬，利用自己嘅暢銷雜誌 Yes 連續3年抹黑唱衰對方做毒瘤名，搞到阿情敵事業插水，要避走台灣發展啊！倪震直至08年被爆同張某喺老懶激嘴，受盡千夫所指，先至向劉錫明道歉咋。過咗咁多年，究竟劉錫明仲有冇耿耿於懷呢？你自己以前有冇影過 Yes 卡呢？我記憶當中咧應該係冇。咁你今次影，你個心情點樣呢？好開心咯！開心影 Yes 卡，即係破晒冰，放低晒啦。不過劉錫明話今次應承影，主要都係因為女咋。希望佢可以扭下，爸爸喎咁樣。仲話希望印自己張相喺支筆度，等女返學嗰陣寫下字都會見到自己，認真24孝老豆啊！